成日都聽到美容院微針療程出事嘅消息，本身我都想去做㗎，但係聽到都怕怕。直到我揾到佢 Amvic Edge 隔空無錯微針射頻儀，就唔使再去美容院啦。雖然佢叫微針，但係其實佢一支針都冇㗎。唔好覺得俾佢呃咗，其實佢只係用咗高密射頻嘅技術取代實體微針，意思係用射頻技術透過高聚焦能量形成刺針咁樣嘅射頻場。唔好睇佢呢一個正方形細細個，佢足足佈滿咗49個高聚焦刺針電極，每次使用射頻刺針都可以準確咁佈滿你需要改善嘅皮膚。一個位置一發，兩個專利技術對皮膚形成微衝擊，深入皮膚深層，即時觸發皮膚本身嘅自愈機制，刺激真皮層產生透明質酸同埋膠原蛋白。最緊要係佢冇實體針，就唔會好似平時去美容院做嗰啲微針機咁樣，會驚佢清潔唔乾淨同埋有感染嘅風險。而且有好多喺美容院做完都要等一段時間俾皮膚修復，唔化妝點出去見人？Amvic就完全冇呢個問題，即買即用，越打越爽痛，完全冇恢復期，用完即刻可以化妝出街，用最佳狀態去見人。俾個小貼士你啊，每星期做2次，每次做4分鐘，大概6至8個星期就見到效果㗎啦。